巨人杀手Jack。第4趴。伫迄个时代，天使因拢四界在找找冒险的机会。王阿瑟的孤囝是一个有够勇敢的王子，伊去拜托因老爸，予伊一大条钱，通予伊启程去威尔士，解救一个去予7个邪灵附身的美丽女士。王安怎甲拒绝拢无采工，尾啊有落软，王子就牵2只马仔起行，一只是家己要骑，一只是载规载的金币。经过几工仔的旅行了后，王子人来到一个因为结市兴起来的庄，庄年当在繁花。伊去问讲是安怎会安呢？人甲讲，有一个在生的时真慷慨的人，伊的尸体伫要扛去大路泥房口压，讲是因为在生的时，阁欠祭主介济钱无还。这条法律有影酷刑。少年的王子安尼讲，佮讲是啦，去甲往生的人安土，才叫遐个祭主来我住的所在。伊欠的，我找。说歹，迄寡祭主就拢来啊，毋过祭主实在是伤济，到尾暗仔，王子手头总会强的煞剩2仙。已经无才调，阁继续旅行啊！拄好巨人杀手Jack嘛伫要去威尔士的路呢，经过即庄，有听到王子拄着困难，嘛去互王子的善良甲慷慨感动，决心要做王子的情人。因2个随讲随斗搭，过转工的透早，Jack把笑纳了，拄好规身躯轻甲哒哒哒，刷落，因就做伙上路。毋过，就伫因要离开庄头的时，有一个老阿婆约伫王子的脚趾后话讲：“爱公道，爱正义。”迄个往生的7冬以来嘛欠我2仙钱呢，你着爱亲像你对待别人安尼，甲钱还我。啊，这王子就是好心佮慷慨，伊甲手伸入去伊的落袋啊，把伊上尾的2仙钱嘛认互老阿婆。呾，因2个人连半仙钱都无啊，日头愈来愈低。要暗仔的时，王子讲：“呀，甲咱2个拢地蹦子啊，咱要安怎找所在过暝？”呀应讲：“主人，安啊，咱一定有才调应付。离这2-3英里的所在，有一个大张佮恐怖的3粒头巨人住伫遐，伊会当甲400个穿战甲的兵仔相战。”阁会当甲因拍甲袂输，米糠随风赢飞。安尼是对咱有啥物好处？王子讲了，阁继续问讲，伊煞袂一喙，就甲咱2个抱甲嘴炎炎。袂啦，Jack笑笑啊甲应，阁讲，我生气啦，路我来替你开。大家拢讲即个巨人是一个瘾头。凡说我会当处理的，会比我本地想的搁较济。说歹，王子就留伫本地的所在，也是甲伊马仔的速度吹甲真棒，直透到巨人的城堡。伊甲城堡的大门弄甲变变叫，有够大声，大声甲连附近的山尾都得因。巨人听到，袂输在单位讲安尼喷讲，医生，
热会担较大咧饭骹，应讲，我有想，你可怜的表示，热啦，表示热。巨人踹一条，佮问讲：我可怜的表示热，你有啥消息要讲？哎，你甲看，这巨人佮有影着惊呢。说摆热有那嘛，着赶紧甲安答。表大诶，叮当的消息啦！啊，天公伯啊，叮当的消息咯！巨人心内惊惊，那加能顺热的话尾伊，佮讲：天公伯啊，我保证，袂有啥叮当的消息要来找我啦！我敢毋是有三粒头？我敢毋是会当一人顶500个穿战甲的勇士？我敢毋是会当甲因拍甲袂输米糠随风赢赢飞？无错，规章好好。高客的热安尼应，佮讲，毋过我是要来甲你警告讲，迄个伟大的王阿瑟因囝，带1000个穿战甲的勇士，当伫位遮来要互你死。听到遮来，巨人惊甲义义尽，屁屁喘。啊！表示热，好心的表示热，这有影是歹消息啦。佮讲，你甲我讲，我会安怎做？你咪去地陷。高客的热接咧讲，刷落，我会甲门锁开。佮甲门串甲暗暗，锁匙我会随身保管，一直到王子离开，安尼就保证你安全。来，迄巨人雄雄公公走入去地陷，热就锁门、串门，把巨人关条条，确定代志拢妥当了后，热就去甲伊的主人接过来。两个人欢喜乐痛去享受本地巨人村好要食的暗顿。啊，迄个悲惨的怪物嘞，犹原伫地陷里惊甲义义尽，屁屁喘。就安尼，好好啊休一暝了后，热透早就去甲伊的主人叫起来，佮为巨人的宝库内底摕袂少的黄金白银，甲伊的钱袋啊摕甲甜甜。官府主人就要先启程向前，骑3英里的远。伫遮确定巨人已经骗灭着王子的味了后，伊就摕锁匙甲伊的犯人放出来。巨人身躯澹漉漉，干甲半小死。毋过伊嘛是有够感谢热安尼来救伊甲伊的城堡。伊拜托热就爱甲伊讲，爱互伊啥物货做报赏。较安怎讲，热嘛应该爱得到这个报赏。真正免谢字啦！热安尼甲应，煞毋知影伊的目色一直拢真好，就讲我干那想要爱藏伫你面床头的迄领巨袖甲帽啊，佮有迄口生鲜溜屁的巨剑含迄双水里巴就会使。巨人听伊讲了，吐一口大气。头海海咧讲，你毋知影你咧讨的是啥物？佮讲，迄是我手头上要紧的物，毋过我着承诺啊，你着应当摕。迄袖仔会甲你变无看，帽仔会甲你想要知的拢讲互你知。迄口剑若扑落，啥着爱断。苏里巴是不管你想要去佗，放你啊，伊就会带你到到。热痛甲强要爬起来跳，伊甲袖啊、帽啊、剑甲苏里巴炸炸咧，就骑马离开。快紧就约到伊的主人，因就做阵骑到城堡，迄栋王子要走找的美丽女士所住的城堡。就算讲是去互7个恶魔附身，
这个女士犹原是有够水的。伊听到王子想要约伊的时，伊笑笑啊，吩咐讲爱准备澎湃的酒倒，甲王子落马洗尘。伊坐伫王子的正手边，直直甲伺候好酒好菜。酒宴结束的时，伊摕家己的手巾仔，好咧甲王子的喙切切的，搁笑一下，讲：王子大人。我有一个任务爱交代互你，你明仔载早起一定爱甲这条手巾仔摕互我看，若无你的头就会无去。刷落，伊就甲手巾仔塞入去伊胸前，讲晚安。王子感觉无梦啊，毋过则啥都无讲，就安尼一直到伊的主人去困。刷落，伊就甲为巨人遐摕到的巨帽仔戴起来。哦，这一目术啊！伊想要知，就拢知啊。所摆第三更暝半，迄个美丽的女士调换其中一个伊熟悉车灵带伊去鲁瑟夫遐的时，约就紧伊一步，甲伊的稳身袖仔甲紧尾随哩拔清咧，甲女士相视告地。过来，女士就甲手巾仔交互恶魔，吩咐恶魔就爱甲顾好好。等到恶魔甲手巾仔放去一个悬架仔顶的时，约随就跳起来，一个手就甲手巾仔捡去啊。说摆过当天早起，伫迄个去互魔法迷去的美丽女士，伊太要看到王子失神丧志的时。王子煞干那真文理甲伊鞠躬，来就甲手巾仔献起哩，互伊。凊头伊实在有够失望，毋过伫迄日较晚的时，伊就吩咐爱办一场搁较澎湃的宴席。即边酒倒煞的时，伊喙拄喙甲王子kiss落去，佮讲：心爱的。我有一个任务要交代互你，明仔载早起，爱互我看到我今暗上尾仔kiss过的喙唇，若无，你的头就会无去。这时，王子已经是爱到较惨死，温柔甲伊应讲：若准讲你干那要亲我一个，我 OK。随梦讲。这个美丽的女士去互7个车灵附身，伊嘛有哪看有王子实在是一个有够缘投的少年家。伊怎啊面啊反红红，应讲：迄毋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决定爱互我看，若无你就自该爱死啊！刷落，王子就甲进前同款，由头甲面去困啊。毋过，才甲巧帽仔戴起来，随就搁知影伊想要了解的一切。所摆，就伫暝深人声长，迄个美丽的女士调换伊熟悉的车灵带伊去找鲁瑟夫的时阵，才甲伊的稳身袖仔甲紧尾随哩拔清起来。早伊一骹步到位，美丽的女士目头角角，甲鲁瑟夫讲：“你已经辜负我一遍啦，把我的手巾仔放甲好无去。但我要交代一项无人会当偷摕的物件互你，安尼我就会当赢迄个王子，就算讲伊是王的囝嘛共款。来。”伊就对迄只顾人怨的恶魔的喙唇惨惨甲จิ้落去，人就离开。阿只怎用迄支生生六屁的大力剑，一下就甲鲁瑟夫的头扑落来，藏伫伊的温身袖仔内底，摕转去互伊的主人。隔天早起，美丽的女士迷人的目睭，眼神带歹伊。要求王子爱互伊看伊上尾仔จิ้的喙唇的时，
王子就手拿恶魔的角，把头扭出来。过来，附身伫女士身躯顶的7个邪灵，伊7声恐怖的声了后，就离开。就安尼，算这煞，伊阁变转去伊本底十全的美貌甲温顺。就安尼，翻转讲早起，伊甲王子两人就成亲。了后，因做伙转去王亚瑟的王宫。咱的巨人杀手约，因为伊济的功劳，就去互封做其中一位圆道武士啊。